到底是啥代志？你应该对我表明，到底为着啥原因？你害我每日心情袂安定，你害我心头痒。你敢是真正决心想袂甲我断了情？我为你无惜一切来牺牲，你应该会分明。我请你最后一摆，搁再甲我讲看卖。我怀疑有人替你被安排，是